且其实竹米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座右铭，这个座右铭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就想说，其实有时候不是自己没有自信，而是说有时候环境真的对，有时候对原住民的冷漠，或是可能他真的不够认识，所以让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就是认为自己的东西就不敢大声的说出来，对。所以你最近有一个很大的座右铭，要来就是给大家来鼓励一下。这个座右铭叫什么？这个座右铭叫做"要更有勇气与智慧，站上更高的视野，看这个世界啊，看看自己。"是，就是其实我觉得今年去了5个国家，我觉得是真的很不一样。对，因为以前都是生活在这个环境，就小在小岛，然后在台北，在部落。但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其实你会发现，其实世界真的很大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位置。对，包括我们原住民也是。对，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在明年的计划是什么？明年就要开始办所谓的真正的售票的母语演唱会，跟发第2张族语的专辑。然后同时间也会继续办海边的孩子演唱会，把演唱会收入捐给部落的青少年。我要让更多的青少年得到更多的力量支持。对，这是青少年得到很多的认同。其实你认为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教育是一件很重要的环节。你没办法在这个时候看到他们能发出什么成效。对。但是我觉得只要他们有这个种子种在心中，有一天他们成就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也说不定。对，在这个星期呢，其实还有一场就是算岁末的一个演出，对不对？在台东。在台东铁花村有一个关于土地的一个演唱会。对，其实土地当然对我们怎么样很重要，这是我们的根。我们的根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场的叫做"斯拉你在哪里"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宣传喷幕。说好了吗？是啊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是吧？是啊。不要宣传。知道在哪里？知道在哪里？知道在哪里？知道为什么会是中间？知道去哪里？是的，我爱你。斯拉为什么会失踪？所以就是原住民的土地为什么不见？为什么不见呢？所以有一场演唱会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演唱会的活动资讯。这是署名跟阿露姐姐陪大家一起度过，还有哈雷乐团陪大家一起度过平安夜，12月24号星期五，就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到10点，地点在台东市，有一个台东铁花村。希望大家可以来，如果有任何寻找资讯的话，也可以上网去找。对，这场为土地唱歌，而且唱歌给斯拉的歌那个演唱，希望大家一起共襄盛举。另外，苏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圣诞节的时候8点很不一样，我们要前进屏东，一起来看一下。8点打给我送爱到部落，我们要到屏东喽。8点打给我，在星期4的时候呢，8点到10点一样哦 ，live 直播，我们在屏东跟所有的族人见面哦。而且呢，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快乐的过圣诞，希望大家能够在屏东雾台的朋友们一起来欢乐，一起来快乐过耶诞节。今天谢谢署名，我再一次为我们的原住民的年轻的人的这个努力，给大家很多的祝福。希望祖先留给我们的语言，同样的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自信，而且升值出去，甚至在全世界成为哈原住民风。很期待署名的下一张专辑。最后祝大家晚安，8点给我，下周见，祝大家晚安，拜拜。